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来听堂的时间呢。我是今日要教大家运动的大 A 老师。今日我要教大家是居家有氧的动作哦。居家有氧运动可以提高你的心脏还有肺部训练的功能哦。等下大家就停在线上看下来运动哦。做运动前，我要带大家要看下来做可以用你眼神热起来的动作哦。等下就停在线上看下来暖身。你第一个动作原地踏步。我记得你的脚趾头，然后脚趾要向前面。你的脚趾头要变强松。你的两只手要压得，两只手到你腰的旁边左右的摇动。你有好不好嘛？你两只手可以慢慢的让动作变较抬起来。你可以让你的大脚臂再个卡卡口袋位。注意调整体格的头肌哦。你要来加上你的肩头，慢慢的向后直前。你可以往高方向，用你的肩头向前直前。就会刚好，你再来到原地踏步。再好好的调整体格的头肌哦。第二只可以让你热身的动作，就会到你的左右踏步。你的脚趾头，然后脚趾瞄向前面，两只手向后摇动之后记得体格的头肌哦。可以慢慢的用你的屁股接起，用再慢慢的吐气。你要加上你的肩头，慢慢的向后直前。记得你的同手同脚哦。你慢慢的用你的手离较太前一些嘞。就会刚好，还可以嘛？你拿你的手跌到轻太前。慢慢的老手，比较细前的位，再到你的肩头直前之后，你大家慢慢的再来到原地踏步，调整体格的头肌，你再过一摆哦，大家加油，两只手向下前后的摇动。加上你的肩头直前，14摆，左右踏步，加上你的肩头同样向后直前，然后你的手慢慢的卡到口袋位，然后你的手跌到轻太前。注意体格的头肌哦，慢慢的让你的手离较细前的位，再让你的肩头直前之后，再来4刀、2刀，前后1刀，再来到原地踏步。大家有让你体格身体热起来嘛？你走了，前后1摆好嘛？加油哦！两只手，你的肩头直前，14刀，前后1摆，左右踏步，肩头直前，用手卡起来，你向下跌到轻太前。慢慢的，跌较细前的位，到你的肩头直前之后，你再来到原地踏步。大家好好的调整体格的头肌哦。
安尼大家可以两只手打开来，两只手慢慢的放下来，安尼慢慢的屁股可以折起，用再吐气，再个2摆，慢慢的吐气，安尼轻后1摆，慢慢的吐气。安尼就大家我看下来做做运动了。今日要教大家是基本有氧步伐。跳完你的有氧舞蹈呢，你轻松腰的做调整体格的头气，你可以适当用屁股折起，用再吐气哦。等下就停在线上，看下来看样运动，原地踏步，第一个动作，你的脚趾头向前面，你的脚带踏稳来哦，两只手等到你腰的旁边。你继续做，大家再调整好体格头气哦。第一站你来到了后脚脚，一只动作呢，你尽量让你的脚趾头可以向你体内的方向，用你的后脚掌可以瞄到你的舒服的地方，脚趾头要变轻松哦。V 字步，V 字步呢，就像你英文字的 V， 脚要行一个 V 字形，你的脚打开了，合起来。记得你的脚趾头就要向着你脚趾的方向哦，所以两只脚要打开来。你继续做，再2度，前后1度。你要抬膝步，抬膝要让你的抬脚臂卡起来，都是要舒展哦。你踏转了原地踏步，你来到后脚脚。来到 V 字步咯，前前后后，脚打开了，合起来，记得咯。抬膝步，慢慢的拿你的手卡起来，原地踏步，你也弯脚，开幕，跟你的重拍要弯高。继续踏步，第2个动作后脚脚，有啦，你的脚后脚脚到你舒服的地方哦，脚趾头向你体内的地方，V 字步，脚趾头打开来，1、2、3、4。继续，来到抬膝步，脚趾头卡起来，两只手卡高头的，原地踏步，两只手记得有痛哦，停在练音乐。后脚脚，两只手向下摇动，来到 V 字步，前前后后，都是要数很耐哦。抬膝步，手卡起来，你到原地踏步，你好好的透气，打再来1摆哦。
准备好了，你动作可以较大条的，后脚脚，让技术打开来哦，来到 V 字步，前前后后，抬起，老太脚臂卡起来。原地踏步，弯脚，中排都要结脚了，加油！继续踏步，后脚脚，V 字步。抬膝步，原地踏步，让技术向下游通，继续哦。大家做的动好，你慢慢的调整体家的头气，再一摆。屁股吸气，慢慢的再吐气。刚下教的动作，大家有好不嘛？等下做停停先生，继续做下去哦。今日要教大家是基础有氧，跳有氧舞蹈可以卡高你的心肺功能。我记得好好的调整体家的头气哦。大家可以试着用屁股吸气，用再吐气哦。大家停停先生，向下来运动哦，停停你的音乐。你要来到左右踏步，大家脚趾头不用强松嘛，用技术做强松的左右的摇动，肚子要舒缓来哦。也在左右踏步呢，是一扎一扎，你有记得吗？等下你要改过哦，你要到两扎两扎，可以吗？大家停定来哦。两扎踏步一，弯片一，做位动好哦，你继续。还有，再改一摆，你要进阶咯，到麻花1、2、3、4。注意看你的脚哦，你要向后摆踏脚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，你来通常到麻花步，你继续练习。前后一摆，原地踏步。你慢慢先调整体家头气，你再过来一摆。左右踏步。准备变到两只踏步。你要到麻花步，1、2、3、4。我记得叫我先向后摆踏哦，后交叉，原地踏步，你好不好嘛？左右踏步，两只踏步。麻花步，中间你要加上后脚脚，让技术卡过来，打开你的肩头，准备好了，你麻花步，
后脚脚，麻花步，后脚脚，脚趾头有没有向到你的体内的方向？再改一摆哦，麻花。后脚脚，两只手打开来。你先到原地踏步，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头气。你的麻花步，然后后脚脚，大家再各做一摆哦。准备好嘛？躺等你的音乐哦。麻花步，1、2、3、4，后脚脚，麻花步，后脚脚，你继续做下去好嘛？大家加油哦！麻花步，后脚脚，你两只手卡起来好嘛？麻花步，后脚脚，两只手卡起来哦。你要强度就较强了。麻花步，你听到你的音乐吗？后脚脚，原地踏步，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头气哦。大家有好玩的吗？慢慢的两只手打开来。两只手放下来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再过一道，慢慢的吐气。做运动过后，要到大家放下来做，可以用你的眼神变强壮的动作哦。你第一个动作可以让你的两只脚打开来，用你的脚趾头，让你的脚趾向前面，用你的一只手卡高。你的手呢，可以去靠近你的耳弓，用你的手指向上面。另外一只手到你的腰的旁边不用等，大家慢慢的吸气，吐气的时间，你慢慢的身体向旁边，你要存等你的侧腰肌群。记得慢慢的吸气，用你的手卡到高低位，慢慢的吐气，用你的身体慢慢的带转来，手放下来。你要准备往另外一边哦，用你的手卡高，去靠近你的耳弓，手指指到上面，一只手爱到你腰围旁边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到你身体的旁边，伸展到人家的位侧腰肌群哦，用你的手来看眼的位，我一再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用你的手慢慢的打开来，你再各加一摆，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吸气，手来较长的位，吐气，用你的手带转来，你弯片，慢慢的吸气，身体要向上面，吐气向旁边，慢慢的吸气，手来较长的位，吐气，用你的手打开来。第二扎，你的动作，你要同手同脚，让你的一只脚举起来，向后举起来，牵到你体家平衡，你的手慢慢的打开来。记得你的脚趾头可以向你体内的方向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去存到你的大腿前侧，太脚臂前面的股四头肌。记得起蹬的脚要保持有弹性哦。你再停留一下，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气，
安尼手柄脚柄好了，手柄好了，柄强松，安尼准备弯片，安尼同手同脚举起来，到你的手尾的后背，脚要卡稳来哦，以及手要寻到你的平衡。安尼倒步卡要找到体脚平衡，安尼的重配，安尼可以去寻到你步卡的走的，较稳的走的，安尼可以撑等安尼的走的，让你体脚找到体脚的平衡哦，安尼较安全哦。慢慢的再来脚并下来，安尼再搁加一摆，往另外一只脚举起来，顺等你抬脚比前面的股四头肌，慢慢的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气，刚好安尼老脚并下来，准备往到另外一边。啊，记得咯，步卡可以撑等你的较安全的走的，找到体脚的平衡哦。安尼的脚趾头要向起来的方向，慢慢的吸气。慢慢的吐气，做位当好，第三只动作，让你的脚到前面，脚举起来，两只手插到腰的旁边，让你的起蹬的脚要一滴滴的慢，让你的手腕向后背翘起来，让你的眼神慢慢的略略的向前，让手腕翘起来，脚趾举起来，可以顺带你抬脚比后背的腿后肩肌群哦。两只手要可以放到你的抬脚臂的上面，一再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哦。安尼向下落脚顺转了，安尼往另外一只脚向前面举起来，起蹬的脚，要慢慢的略略的保持有弹性，两只手插蹬，让你的手背向后背，身体略略的向前。记得你的脚趾要尽量举起来哦，这样可以去伸展到你的腿后肩肌群。再停留一阵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做位当好，你老脚顺转来，两只脚慢慢的变强松，你可以两只手慢慢的打开来，慢慢的吐气，你的脚趾头可以变强松，再一度慢慢的吸气。慢慢的吐气，轻喝一摆，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今日教大家的动作，大家有学会嘛？记得当日做停停先生向下来运动哦，安尼眼神同精神慢慢进来，更好。听懂，安呀就下拜见。